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2月1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2篇，以赛亚书29章17节到24节，使徒行传第5章12节到1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彰显上帝。太祥节的福音信息就是上帝差遣了独生爱子来到世上，照亮人间黑暗的地方，赐给人盼望，给人医治的恩典，彰显上帝的荣耀。以赛亚先知的时代，人们因为政治因素被掳，失去盼望。以赛亚先知预言就说将会有盼望来赐给他们。以赛亚书29章17节到24节，正如俗语说，过些时候，荒地要变成肥田，肥田要变成荒地。到那一日，聋子会听见读书的声音，一向在黑暗中的盲人会张开眼睛观看，卑微的人要接受上主所赐的喜乐，贫穷的人要颂赞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欺压人的要被铲除，冒犯上帝的要被惩罚，罪人都要被消灭，毁谤别人的，干扰主持公道的，冤枉诚实的，上帝都要歼灭。现在以色列的上帝，那位曾经拯救亚伯拉罕上主这样说：我的子民啊，你们不要再受羞辱了，你们的面不再受窘而发白。当你们看见我所赐给你们的子孙，你们就会承认我是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你们会尊敬我，敬畏我。愚笨的人会学习明智，恼发怨言的人愿意受教。在人的生活当中来见证主，透过人在苦难当中所得到的恩典，让人来看见上帝的荣光。耶稣基督被捕，钉十字架，死后埋葬，门徒们开始到处逃窜躲避，无法面对公众。但是在圣灵降临节之后呢，门徒们的生命开始改变了，有不一样的生命。使徒行传第5章12节到16节记载了，使徒们在民间行了许多的这个神迹奇事，所有的使徒都同心合意在所罗门廊下来聚集。虽然一般民众尊重他们，但是信徒以外的人都不敢接近他们。当时信主的人越来越多，男女都有。于是使徒们行了许多的神迹，有人把病人抬到街上来，放在床上、褥子上，希望彼得走过的时候，他的影子会投射在他们一些人身上。还有一大群人带着病人和乌灵附身的人从耶路撒冷附近的市镇来，这些病人都得到了医治。神迹记得不是为了彰显一个奇事的行为、奇异的行为或是作为，甚至是一个人。其实要彰显的是上帝的全能以及上帝的荣耀。诗篇42篇，上帝啊，我渴慕你，像鹿渴慕清凉的溪水。永生的上帝啊，我渴慕你，我几时可以到你的面前朝拜你？我日夜哀哭，以眼泪为饮食。仇敌不断地问我，你的上帝在哪里？我怀念往日的时光，无限悲伤涌上心头。当时我跟群众同往上帝的殿宇，带领着欢乐的朝圣者，一路欢呼颂赞上帝。我为什么这样悲伤？我为什么这样沮丧？我要仰望上帝，
还要再颂赞他。他是拯救我的上帝。在流亡中，我心悲痛，因此我想念你。他使忧伤的浪涛淹没我，扰乱了如洪水来向我怒吼，像黑门山米萨岭的瀑布滚滚冲向约旦河。白天，愿上主显示永恒的爱；夜间，我要颂赞祈祷赐我生命的上帝。我对保护我的上帝说：你为什么忘了我？我为什么得遭受仇敌的迫害？为什么不断受苦？他们的凌辱把我压碎了，他们不断地问我：你的上帝在哪里？我为什么这样悲伤？我为什么这样沮丧？我要仰望上帝，还要再颂赞他。他是拯救我的上帝。感谢慈爱的上帝赐给我们救恩，也呼召我们成为主的工人，让我们因我们的服事来彰显上帝的荣光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